那还不可去教会买这了啦。我先等我，我忙啊，等我去。这打了哈，拿了去了。OK，其他过还是过。啊？呀，别么伊拉嘛跑呀，别么人家家去，俺娘们家去啊。OK， 这边给他没。是跑没人就多，可上面摸下面，可上面跑下面，我们等你，就跑下面我叫就那个了，就跑床上，那要个跑到我们他们没来得看呢，我们南家要刚开始起来，那么当起来，我那跑了嘛，那跑上去，那叫哪些？我们你妈的，我你妈屋里的话那样了，就跑的我们管我就。就大家都看一下，啊，每日专门跑，这的话，我冇眼熬咩，眼熬就为了开始了，下我就，这我是搞定白了，冇的了，眼熬冇眼这边就为了开，就叫是个到地上啊，就开冇来了冇了，那么就等你个别包住，对了下。我去，这里可能我们远把它要个几百呢，我等你个飞跑个，我过来了，我路，那他要求到保养啥，你说跑个带嘛，从哪家来嘛，我嘛跑大一嘛在家去，哦，他搞我米来的还搞家去嘛，就搞努力我们跑，我在那里跑，那么得给么子没里拉下面。我一从那天慢慢，好了就没他个摆，好了嘞，二个米，啊，有二个米我还正好吃。啊，姨，可你没炒？我是跑。也来对了嘞。我会就看到够了，从电话弄。是这样的吧？我自己买了好了，我买了好了。哦，没伊拉来跑，我就问你妈队里，就问你妈队里买，我就喽。哦。我你妈家这边跑没钱没这边，马路还不连忙毛，俺家没还毛下去。哎。嗯。嗯。马家的来喂。马家还要过过，我不要我去喂阿毛，要搞点世界家都地去了。哦，没啦，没我没跑，我还去没。那我也在那出家去了，我就看到了，自己走去了。那时候我走路，这不走也不着，阿米那去了。你给他都一块钱啊，不晓得我家没一来叫他钱也跑，嘿，要走，那去的家去。那位要就是起码家的位。哎呀，起码家的没来哦，没来。我也那位去了。我来了，干嘛来去了？啊。你来去家去呀？看到对了，看到了。啊？看到对了，看到了。你过来手下看出来嘞。他们不讲了，我就没提前就啊。这里不把啥子家的话，完了就弄，刚才没打赌白了，现在吃几点了？马了这里呢？
拍起来家的门，我们讲，晚上靠家的门，咋不叫他来了？哎，啥比较嘛的嘞？我一大家然后没弟弟，说啊，配出来皮带不来，皮带改造是吗？说皮带。没一大家来用。我昨天皮带加几年了？毛你妈是叫妈妈去去嘛？我没做一个那得的事情，干了一年。好没来呢，就家有。刚好你这就来做啥呀？这没嘞，妈还不够，这的嘞，刚好回来，没叫我死的。儿子不欠我，拿给你。那你们叫谁买的嘞？那你们叫谁？买哪个了？就是你，还有什么吃了？太不吃了。哦，你叫不了喽？阿姐，阿爸你那个吃了不得？也去，你就我叫他们叫我跑，然后再拖下去，再炸那个拖出来，你就往电脑点。两美女了。没了。没得事的，去位。你这我进家庭，没有了，我也往大我刚才那这看了哈。啊，你转了没？这个。外面那个转了。这样过来。来给了呢。没有报，这边也拍弄。哎，别嘛靠脚了没？那怎么玩了没？那啥，拍家家里跑还没拿来。哦，趁那咋别嘛搞别么子来了？你几千嘛搞嘛看嘛？我们家庭不让吃的来，这是点家庭嘛。嘛好不咯？你说地接来个走嘞？嘛好不我就路挖啥子？打的钱没？我一没叫小来。啊，太假是什么？来60个。那个可啥可别干了，好了。别干了，没到呀。等下边。这看个债，对嘛个玩，没什么难哎。好像。我看我上次看到家里家里喂。要家里。我可以给了哎。而且给人家大些。我们搞得住。搞得要么绝了。哎，那不走。啊，叫我包来了没？我包不了家里面。那这得被妈妈你别我。我一别吵架被拿下家门了呀。你不这被还没会得没？没就得。我说这没几没这没要包。还没被，没被啊！你给了啥子？这还是不走。没就买过来的。好了。